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0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07天。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记录，前线总共记录了204次战斗。库尔斯克前线，乌军继续攻占特特金诺附近的俄军阵地，扩大对这些区域的占领。俄军无人机操作员基地被摧毁。昨天，乌克兰第225独立突击团成功占领俄罗斯一个村庄，并向另外一个村庄推进。库尔斯克的战斗并没有停止过。此外，一天来，乌军还袭击库尔斯克州米哈伊洛夫卡俄军基地和训练区，给俄军造成不小的损失。乌东战场目前最紧张的区域是苏梅方向。俄军原本高调推进，意图快速攻下苏梅州，可是目前却陷入泥塘，全面停摆。主要原因是后勤中断，乌军精确摧毁了俄罗斯后勤补给所有的铁路桥梁，俄军后方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公路运输根本无法满足一线部队巨大需求。6日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俄军基地精准打击中，准确击中了该基地的弹药库，造成大量爆炸，还捎带摧毁一架米8直升机，击伤一架米24直升机。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6月7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在库尔斯克方向一次行动中，一架俄罗斯苏35战斗机被击落。乌空军尚未披露相关细节。根据不完全统计，如果这一架苏35真的被击落了，那么这是乌克兰击落俄罗斯的第8架苏35战机，平均一年将近3架，这个可以说战损非常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苏35据说一架8000万到1亿美金左右，苏35就这么千小心万小心，居然被乌克兰揍下了8架。当然了，有媒体说这是乌克兰空军用 F-16 击落的苏35，那这个就问题更大了，因为 F-16 是应该40多岁了，也就是一款老机型，把这个苏35给击落。乌克兰空军尚未披露细节，俄罗斯方面也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但是网上这个视频已经满天飞。现在有媒体报道，乌克兰不是用炸药炸了克里米亚大桥吗？现在目前根据俄罗斯方面说法，克里米亚大桥没有什么损失，虽然被炸但是仍然在承担交通的这种运输任务。但是有媒体报道说，这个真实情况是，大桥被炸3-4个小时后，虽然通车了，但是由于被炸的是铁路桥部分，通车的是公路桥部分，但是当天下午3点左右，大桥再次被关闭，因为它受的是严重的内伤。虽然看上去还好好的屹立在那儿，但是水下的支撑结构遭到破坏。有媒体报道说，事实上桥面已经出现了裂痕，随时都有可能坍塌。这个也符合咱们的判断。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对这次克里米亚大桥的爆破行动，实际上是要炸的它的核心的部位，也就是这个桥墩跟海床结合部。所以说爆炸的时候，海面上水花并不是很大，但是对大桥的造成的损伤，那恐怕是我们用这个床舞的说法，那就是内伤。克里米亚大桥随时都有可能的垮塌。正因为这样，所以地保老人才非常生气，才加大对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轰炸这种力度。但是特朗普不这么认为，特朗普说，泽连斯基给俄罗斯轰炸乌克兰找到了理由，也就是说，泽连斯基实施的蜘蛛网行动，包括这个爆破克里米亚大桥，在特朗普看来，那是给俄罗斯轰炸乌克兰找了一个借口。大家看视频。Did the Ukraine drone strikes against the bombers inside Russia airfields, did that change your view at all of Tom Zelensky, the cards he has? Well, they gave Putin the reason to go in and bomb the hell out of him last night. That's something I didn't like about it. When I saw it, I said, here we go. Now it's going to be a strike. You know, I did
something that people don't talk about, and I don't talk about very much, but we solved the big problem, the nuclear problem, potentially with India and with Pakistan. 我觉得这个纯粹是胡说八道，不符合事实。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3年以来，俄罗斯想轰炸乌克兰就轰炸乌克兰，根本不需要任何借口。俄罗斯用导弹炸乌克兰的这个公园里面的健身器材，炸这个乌克兰沙滩上的厕所，炸乌克兰的人行天桥、过街天桥，他需要什么借口？对一个流氓来说啊，他要打你，根本不需要借口。你今天戴帽子了，他要打你，理由是因为你今天戴了帽子；你今天没有戴帽子，他也打你，理由是你今天为什么不戴帽子？就是对一个流氓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借口。所以说，特朗普说泽连斯基给理由，也就是给普京轰炸乌克兰一个借口。这个纯粹是特朗普已经倒向了普京。但是德国总理默茨他的观点完全跟特朗普相反。默茨说，弱小才会被欺负，德国会一直支持乌克兰，还再次强调，只有力量才能带来和平，必须支持乌克兰，直到取得完全胜利。特朗普这种跪地求饶，实际上是解决不了问题。德国总理默茨说啊，乌克兰被欺负是因为乌克兰弱小，所以德国要一直帮助乌克兰，只有乌克兰强大才能带来和平。大家看视频。President Trump, sir, your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Germany. How was your phone call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sir? Your phone call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Measures and for instruments to bring this terrible war to an end. And may I remind you that we are having June 6th tomorrow. This is D-Day anniversary, when the Americans once ended a war in Europe. And I think this is in your hand in specific, in ours. That was not a pleasant day for you? No, that was not a pleasant day. Well, not a great in day. the long run, Mr. President, this was the liberation of my country from Nazi dictatorship. It's true. So, it's true. And we know what we owe you. Bu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m saying that America is again in a very strong position to do something on this war and ending this war. So let's talk about what we can do jointly, and we are ready to do what we can. And you know that we gave support to Ukraine, and that we are looking for more pressure on Russia. The European Union did, and we should talk about that. We will talk about it, and Yeah. you know, it's good timing. The numbers for our country are through the roof, the economic numbers, because of the election and because of tariffs and other things, a lot of things. But we've had some of the best numbers we've ever had. They were reported yesterday, the day before, and even today. Country's doing really well.不光德国默茨是这个态度，那么英国人的态度也差不多。现任英国政府国防事务顾问菲奥娜·希尔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他说俄罗斯正在对英国发动战争，而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英国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变得更加团结和有韧性。”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时期白俄罗斯事务首席顾问、现任英国政府国防事务顾问希尔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表述。他说：“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希尔表示他将英国的
地缘政治处境描述为被夹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铁锤与特朗普治下日益不可预测的美国铁砧之间。铁墩，就是那个铁锤锤东西，不是拿一个东西垫着吗？这个英国政府国防事务顾问希尔他举例子，他说英国目前就是在俄罗斯的这个铁锤和特朗普的铁墩子上面这个之间，你说这有多难熬？反复挨揍。说俄罗斯已经成为比我们预期更为强硬的对手，普京将乌克兰战争使莫斯科成为整个欧洲主导军事力量的起点。在这一长期战略框架下，俄罗斯已经开始以各种方式恐吓英国，包括投毒、暗杀、破坏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影响力行动。此外，还包括在关键管道附近部署传感器，以及试图破坏海底电缆。俄罗斯已经在与我们作战。希尔如此认为，他在2015年就首次发出类似警告。在他与克里福德·盖迪合著的《普京传记》新版中写道：“此书出版于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我们那时就说，普京已经向西方宣战。”希尔强调，当时人们并不同意希尔的观点，但他表示，态度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他确实这么做了，而我们没有被注意。在他看来，普京将乌克兰战争视为一场与美国的代理战争，正是这种方式，他说服了朝鲜和伊朗的加入战局。希尔认为，普京坚信乌克兰正被切断与美国的关系，因为特朗普希望与普京建立单独的关系，以便在军备控制和商业领域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很可能会给双方的核心圈带来收益，尽管普京并不缺钱。在防务方面，他指出英国已经无法像冷战时期那样依赖美国保护伞，现在我们必须自己管理我们最主要的盟友。希尔说，同时补充道，在此过程中必须避免关系破裂。这种病态也体现在本周公布的战略审查报告中。报告中指出，英国关于权力平衡长期假设已不再可靠，这对特朗普主义以及英国外交政策基础影响的罕见确认。这份评估报告是专门为基尔·斯塔默，就是工党领袖雷切尔·里夫斯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准备的。对于特朗普，希尔并没有提出具体建议，但他强调，我在公开演讲中说过的话，现在也在这里说，特朗普政府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宫廷。总统依旧照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行事，只听信最后一个与他说话的人。乌克兰人在用无人机作战，他们没有舰队，却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1/3。这份评估报告是专门为基尔·斯塔默、雷切尔·里夫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准备的。对于特朗普，希尔没有提出具体建议，但他强调，我在公开演讲中说过的话，现在也在这里说，特朗普政府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宫廷。总统按照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在行事，只听仰最后一个与他说话的人。乌克兰人在用无人机作战，他们没有舰队，却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1/3艘舰艇。一家法国大型汽车公司开始在乌克兰建设无人机生产线，以满足乌军和法军的需求。之所以在乌克兰建设，是因为乌军目前有最强的无人机作战经验和技术力量。法国国防部长勒尼尔·勒科尼称，选择这家未透露姓名的公司，是因为其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法国国防工业的公司也将参与这一过程。这就是战场的一些情况。特朗普对普京、对俄罗斯是欲擒故纵，现在自己脸被打得啪啪响。按理来说，按照他自己的承诺，他应该对普京进行制裁，但是他现在换了一个制裁普京的同时
制裁俄罗斯的同时，要制裁乌克兰，这个让乌克兰怎么能承受得了呢？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我们一直说卡德罗夫叫卡路山、卡贤植，这个绝不是插科打诨，说说笑笑。如果俄罗斯再次解体，俄罗斯国内第一个宣布独立的是谁呢？我想这个答案就不言自明。如果说俄罗斯有一个地方处心积虑的要独立，大家会不约而同的看向指向高加索的这个叫卡德罗夫车臣。为什么说车臣要独立？这个是有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背景，还有宗教背景。最近关于卡德罗夫要造反，对吧？卡德罗夫现在对普京不满，各种传言越来越多，这个传言是真真假假，说白了就有打草惊蛇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车臣和俄罗斯的恩恩怨怨。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带着富二代的光环登场，手握核武库和全球最大领土，但风光背后，这个国家早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民族矛盾，车臣、鞑靼斯坦、西伯利亚这些名字听着像自家兄弟，实则个个都想掀桌子单干。尤其是车臣，堪称俄罗斯的头号反骨仔。过去30年，他2次和俄罗斯开战，搞过恐怖袭击，绑过人质，连普京的铁拳都没能彻底打服。如今俄乌战争打了3年，俄罗斯越打越穷，车臣人蠢蠢欲动，等俄罗斯垮了，我们绝对第一个放鞭炮。车臣和俄罗斯的恩怨能追溯到沙皇骑马打仗年代。19世纪，沙俄为了打通黑海出海口，挥刀砍向高加索山区，车臣人用弓箭长矛死扛了半个世纪，最后全村男人战死，女人跳崖，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战斗民族的称号。这个斯大林怀疑车臣勾结德国，把全族男女老少塞进火车，像运信口一样扔到哈萨克斯坦沙漠，13万人死在流放路上，活下来的直到13年后才被允许回家。这种灭族之仇，换成谁都忘不了。苏联解体时，车臣立马宣布单飞，俄罗斯当然不干。1994年直接派坦克撵过去。第一次车臣战争打了2年，俄军死了上万人，最后灰溜溜的撤军。车臣人转头就绑架医院人质，炸居民楼，逼得俄罗斯2000年又开打第2次车臣战争。这次普京亲自坐镇，把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炸成月球表面，才算暂时摁住了局面。现在的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堪称当代影帝，表面上他对普京忠心，您指哪儿我打哪儿，背地里却偷偷养着2万人私人铺张，把车臣搞成了国之国。俄乌战场上，他派去的部队要么磨洋工，要么拍完抖音就立马撤退，气得俄罗斯军官直跳脚。这个车臣人现在流行挂2种旗，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3色旗，和车臣独立的绿色战旗。年轻人偷偷传唱独立歌曲，老人至今保留着流放时的破棉袄，时刻提醒子孙，俄罗斯人欠我们的血债。西伯利亚也要分家，车臣还不是最要命的。西伯利亚的石油土豪们早就放话，凭什么我们挖的石油要白送给俄罗斯莫斯科？这里贡献了俄罗斯60%的石油收入，但当地人连条像样的公路都修不起。2022年俄乌开战后，新西伯利亚市议会直接挂出标语，停止喂养莫斯科。欧洲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别看现在欧洲跟着美国制裁俄罗斯，真要是俄罗斯碎了，他们哭得比谁都惨。高加索山脉一乱，几百万难民会像潮水一样涌向欧洲。德国总理早就撂个狠话，再来一次难民潮，欧洲立马散架。中国的东北边境警报，中俄边境4300公里，光是黑龙江对岸就有俄罗斯远东军区。如果俄罗斯解体后冒出10几个武装团伙、贩毒、走私犯、恐怖分子，
随时可能越境。中国每年从俄罗斯进口9000万吨石油，如果俄罗斯西伯利亚独立，新政府坐地起价怎么办？中国中俄原油管道可是直接圈过敏感地区。美国的拆家计划，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一份俄罗斯解体应急预案里面有明晃晃的写着支持车臣、鞑靼斯坦等20个地区独立。五角大楼甚至给每个可能独立的硬盘都配好了民主导师。2023年 CIA 被曝在格鲁吉亚训练营训练这个车臣的流亡者，就差点把搞垮俄罗斯写在脸上。美国的拆家计划，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一份俄罗斯解体应急预案里面明晃晃写着支持车臣、鞑靼斯坦等20个地区独立。五角大楼甚至给每个可能独立的地盘都配了好的民主导师。2023年 CIA 被曝在格鲁吉亚训练车臣流亡者，就差把搞垮俄罗斯写在脸上。一个虚弱的俄罗斯，而不是一群拿着核弹的疯子。那么普京最后一搏的是什么呢？他的尿不湿。现在俄罗斯像辆快散架的卡车，普京一脚油门踩到底，指望用战争转移矛盾。西伯利亚的油井、远东的港口、高加索的兵营全被抽血式支持乌克兰前线，但老百姓的工资3年没涨，超市里腌黄瓜涨价7次，连退休大妈都在问：这仗打完，我们还能吃上黑面包吗？而这个车臣人呢，倒是非常精明。卡德罗夫一边派兵装样子，一边偷偷扩编私人卫队。他在社交账号上不是秀肌肉就是晒豪宅，最新视频里甚至喊话：真主保佑车臣的未来会更好。在评论区里面，车臣年轻人集体刷起绿色旗帜表情包。总之，车臣迟早是要反的。车臣的造反不造反，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跟卡德罗夫有关系，但是关系不是很大。考虑到车臣和俄罗斯的恩恩怨怨、历史的纠葛，所以说一旦普京对俄罗斯失去控制，俄罗斯国内一旦出现这个摇摆，局势动荡，那么可以肯定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就是卡德罗夫。卡德罗夫不管怎么说，作为俄罗斯的头号反骨仔，他手上有10几万的士兵，这个士兵装备虽然不是精良，但是对付俄罗斯人那是绰绰有余，因为俄罗斯人相信叫车臣出征，寸草不生。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泽连斯基，他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栏目专访的时候，他说，也就是他介绍了一下乌克兰安全局实施的这个蜘蛛网计划一些过程和细节。在6月7号公布的采访视频中，泽连斯基透露，俄罗斯卡车司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运输了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战斗机进行大规模无人机突袭的平台。这些卡车司机并未被告知他们参与了蛛网特别行动。泽连斯基还强调，此次行动只使用了乌克兰自己的武器，并没有部署来自盟友的装备。大家看视频。Explain those trucks. You had Russian drivers who had no idea. They didn't know. The drivers didn't know what they do. They just did their job, and etc. Of course. So the Russian drivers go in all over Russia. They think they have containers or mobile units, mobile cottages, have no idea the drones are there. And you know those roofs are going to open up with drones. They didn't know anything. They didn't know what will be in the roofs. They didn't know just when because they didn't know what will be. That's why they didn't know when it will be and where. 6月1号，俄罗斯多个州的军用机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称，这一代号“蛛网”的特别行动历时1年半，策划和实施。乌方出动117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多个机场。据称，这些无人机事先通过秘密渠道运进俄罗斯境内，被隐藏于卡车装载的木质结构顶棚下，待命期间
保持静默，最终通过远程激活的实施打击。现在对俄罗斯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俄罗斯境内那么广袤的领土上，还有多少乌克兰的特工正在潜伏在俄罗斯，他们手上还有什么武器？这些对普京来说那都是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有可能斩下来。所以普京对乌克兰的反击和报复总是显得很克制，因为你不知道乌克兰手上还有什么牌。特朗普说泽连斯基手上已经没有牌了，但显然泽连斯基手上有牌，而且普京还不知道泽连斯基这个牌是什么，连特朗普都不清楚泽连斯基手上是拿着什么牌。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